接下来，我们今天的文艺节目即将开始。首先，请李安安舞蹈团商演舞蹈大编织。
和光光逍遥与王连英逍遥组合唱一首《大地废歌》。祖国在现代化建设之中，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突破。身为印尼华裔的我们，也深感自豪。我们深信，祖国必将再接再厉，重塑中华之辉煌。第一首《大地飞歌》献给大家。调首《我爱你故乡》献给大家。两
先郊游，先唱一首《我不能不爱你》。喂，大家好，晚上好。今天非常高兴，我们回到母校，见到很多老师，见到我们的老同学，真的心里非常感动，非常挂念你们大家。虽然我今天呢，声音加沙哑，都感冒了，本来不应该上台，不过呢，为了大家很高兴，让我献丑了。广东话说献丑，献丑，谢谢。
逍遥，先跳红茄舞。
有请亚克医生拉丽女士演唱一首印尼民族歌曲《船歌》。